近日歌唱選秀節目《中年好聲音》第4季10強戰爆發激烈爭議，來自台灣嘅參賽者吳奕偉挑戰經典粵語歌決戰二世祖，雖然發音同咬字極度唔標準，但竟然獲得評審團俾出超高分數，順利晉級。連前評判伍仲衡都睇唔過眼，喺網上發文暗諷，究竟評判係咪存在雙重標準同公然造馬？呢位台灣選手嘅咬字問題同台下態度，又點解會惹起公憤呢？今日我哋就同大家一齊拆解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同真相。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事不宜遲，我哋馬上開始。講起呢個大型歌唱比賽，北向以來都吸引咗好多唔同地方嘅音樂愛好者前來報名，而今季嘅10強名單裏面就出現咗一位相當引人注目嘅台灣代表，佢就係吳奕偉。呢位選手因為個樣生得幾好，加上有少少壞男孩嘅感覺，一出場就已經得到唔少女性觀眾嘅歡心，甚至喺節目裏面被封為偶像派選手。不過隨住比賽進入到白熱化階段，大家對參賽者嘅要求自然就越來越高。喺最近播出嘅10強累積排名分第3回合突破之夜裏面，大會就要求10強選手要跳出自己嘅舒適圈，去挑戰一啲平時唔會唱嘅曲風。而呢一集更加請嚟咗著名創作歌手林志美擔任嘉賓評判，同埋請咗金牌主持李思捷同埋時裝設計師何國柴嚟做知音人。喺呢個咁關鍵嘅突破之夜裏面，吳奕偉就決定挑戰高難度，首次選擇用粵語去挑戰側田嘅經典代表作《決戰二世祖》。呢首歌本身就非常之難唱，入面含有大量嘅節奏藍調曲風，而且歌詞非常密集，中間仲夾雜咗一大段節奏極快嘅說唱部分。對於一個連廣東話都講得唔流利嘅台灣人嚟講，簡直就係越級挑戰。喺當晚嘅舞台上面，吳奕偉確實展現出非常之強烈嘅個人風格。佢喺台上面一邊唱一邊做出好多好有態度嘅動作，真假音嘅轉換亦都算得上係收放自如，加上佢嗰個好標誌性嘅彈舌音，成個演出嘅氛圍望落去確實係幾有娛樂性，亦都好有舞台效果，令到現場嘅評委都睇到手舞足蹈。不過當大家仔細去聽佢唱歌嘅歌詞嗰陣，問題就立刻浮現出嚟，因為吳奕偉嘅廣東話發音實在係太過唔純正，加上呢首歌嘅歌詞又快又密，結果佢一開口，成首歌嘅咬字就變得非常之含糊，好多字眼嘅發音完全偏離咗廣東話嘅9聲調。好多電視機面前嘅觀眾都紛紛反映，如果唔睇電視機上面嘅中文字幕，根本就完全聽唔明佢喺度唱緊啲乜嘢。面對住咁樣嘅咬字問題，評審團嘅評分同埋評語卻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其中專業評判張佳添就用咗抵死呢2個字嚟形容佢嘅演出，大讚佢喺台上面雖然好似好乞人憎，但就乞人憎到令人好中意，覺得佢用咗一個好有自己態度嘅方式去重新詮釋呢首歌，俾咗佢好高嘅評價。而最令人震驚嘅就係另一位重量級評判周國峰嘅言論。周國峰喺點評嘅時候，先係大讚吳奕偉今次嘅造型同埋台風，覺得佢非常之似台灣天王羅志祥，仲話自己終於可以肯定吳奕偉絕對有實力可以做偶像派。講到呢度，連旁邊嘅肥媽同埋林志美都紛紛點頭表示同意。但係當周國峰講到歌藝同咬字嘅時候，佢竟然講咗一句非常之矛盾嘅說話。佢話佢唱緊咩啊？但我已經冇理啦。呢句說話一出，雖然現場大家都哈哈大笑，覺得佢係講緊笑，但佢手上嘅分數卻反映出佢係認真嘅。因為周國峰最後竟然俾咗吳奕偉高達95分嘅超高分數。喺其佢評判包括肥媽等人亦都大放水嘅情況之下，吳奕偉最終憑住呢個演出斬獲咗高達92分嘅總分，非常之順利咁樣晉級。呢個結果一出，瞬間就喺網上點燃咗大批忠實觀眾嘅怒火。大家覺得一個專業嘅歌唱比賽，如果連參賽者唱緊咩歌詞都可以完全唔理，咁樣對於其佢咬字清晰、辛辛苦苦練歌嘅本地參賽者嚟講，簡直就係極之唔公平。網民紛紛喺社交平台上面留言狂插，直斥呢個賽果根本就係造馬，覺得評判團嘅評分標準完全係因人而異。
大家質疑點解之前好多本地選手只要有一兩個廣東話字眼咬得唔夠準，就會被評判批鬥到一文不值，甚至因此而被淘汰。但係換咗係台灣選手，成首歌唱到好似外語咁樣，評判卻可以用一句唔使理佢唱咩嚟輕輕帶過，仲要俾出接近滿分嘅95分。呢個爭議越鬧越大，連一向敢言嘅前任評判伍仲衡都終於忍不住喺社交平台上面開腔。伍仲衡喺自己嘅社交賬號上面發文，雖然佢冇指名道姓，但明眼人一睇就知佢係講緊邊個。佢寫到：有朋友傳咗條唱歌嘅片段俾我睇，我以為唱緊泰文，原來唱緊廣東話。伍仲衡仲要非常之幽默咁樣補充一句，提議不如直接唱音階名字，即係所謂嘅梳化名，去玩超級無敵估歌仔仲好。呢個貼文一出，瞬間就吸引咗成千上萬嘅網民入去點讚同埋留言，大家紛紛大讚伍仲衡講出咗觀眾嘅心聲，直言呢次真係一針見血，完美咁樣諷刺咗呢個咁荒謬嘅現象。伍仲衡似乎覺得仲未夠喉，之後佢仲要親自進行2次創作，將歌詞改寫成我發音不太自然，你別皺眉，此是印尼也像泰文，觀眾冇人聽得懂我其實唱乜嘢。呢幾句改編歌詞一出，真係令到一眾網民笑到肚痛。大家覺得伍仲衡唔單止抽水抽得快，而且仲要抽得非常有才華，用最幽默嘅方式揭露咗個節目嘅虛偽。有大批網民留言表示，真係非常之懷念伍仲衡以前喺節目裏面做評判嘅日子，覺得佢一向都係有嗰句講嗰句，絕對唔會好似依家啲評判咁樣麻木俾高分。而伍仲衡亦都有親自回覆網民，佢好謙虛咁樣話，用回味比懷念更加貼切。呢句回覆亦都暗示咗佢自己其實都對依家節目嘅評審標準感到有啲無奈。不過網民喺力撐伍仲衡嘅同時，亦都有人好壞咁樣喺留言區向佢發問，問佢點解佢嘅好朋友周國峰今次會俾分俾到95分咁高。面對住呢個咁尷尬嘅問題，伍仲衡就選擇咗避而不談，完全冇作出任何回覆。畢竟大家喺現實生活裏面都係好朋友，伍仲衡雖然想維持自己嘅專業形象去指出問題，但亦都唔想直接撕破臉皮去公開批判自己嘅好兄弟。除咗伍仲衡之外，今次事件亦都將客席評判林志美推上咗風口浪尖。喺當晚全場評判都陷入瘋狂，紛紛俾出90分以上高分嘅時候，林志美卻非常之冷靜，佢默默咁樣為吳奕偉打出咗全場最低嘅89分。雖然89分其實都唔算低，但喺長期佢評判大放水嘅對比之下，呢個分數就顯得非常之有骨氣。網民對於林志美嘅表現給予咗極高嘅評價，大讚佢係成個節目入面唯一嘅清泉，因為佢冇隨波逐流，亦都冇因為參賽者嘅偶像外表而給予同情分，反而係好客觀咁樣根據對方嘅歌唱表現同埋咬字問題去俾分，用實際行動去掌摑咗佢俾高分嘅評判。其實今次吳奕偉之所以會惹起咁大嘅民憤，除咗因為佢唱歌咬字唔清之外，亦都同佢之前喺節目裏面嘅一啲行為有關。喺之前嘅一集裏面，當另一位實力派參賽者許雲妮喺台上面唱歌嘅時候，鏡頭意外捕捉到台下嘅吳奕偉。當時佢竟然擺出一副非常之黑面嘅表情，呢個鏡頭播出之後就已經令到好多觀眾對佢嘅性格同埋風度產生咗質疑。大家覺得佢作為一個參賽者，就算競爭對手實力再強，都應該要保持最起碼嘅尊重同禮貌，而唔係喺台下面公然黑面。如今再加上呢次嘅咬字爭議同埋評判嘅過度偏幫，令到網民對佢嘅反感度直接爆棚。甚至有唔少人直接叫佢快啲返台灣發展，覺得香港嘅舞台根本就唔啱佢。當然喺網絡上面亦都有一小部分吳奕偉嘅歌迷出嚟為佢護航，佢哋認為吳奕偉始終唔係香港人，廣東話本來就唔係佢嘅母語，佢肯喺台上挑戰廣東歌已經係一件好有勇氣嘅事，大家應該要多啲包容同鼓勵，而唔係一味喺度冷嘲熱諷。佢哋覺得伍仲衡作為一個音樂前輩，用咁樣嘅方式去公開嘲笑一個後輩，實在係有失風度。不過大部分嘅網民就唔同意呢個講法，佢哋反駁話，
既然吳奕偉選擇嚟到香港參加呢個以廣東歌為主流嘅比賽，咁佢就必須要做好準備，要對廣東話有最起碼嘅尊重。咬字唔準可以原諒，但係如果咬字唔準到，連唱乜都聽唔到，卻依然可以攞到95分，咁樣就係制度嘅問題，亦都係對音樂嘅一種侮辱。講返當晚突破之夜嘅崎嶇選手，其實大家都非常之努力咁樣去尋求突破。好似另一位選手鄭家聲，佢今次亦都係首次挑戰說唱，演繹陳奕迅嘅《愛是懷疑》。鄭家聲喺跳舞嘅過程裏面，雖然不小心將耳機都踢甩埋，但佢臨危不亂，直接一腳將耳機踢開，繼續非常之有型咁樣完成演出。佢呢個咁有臨場應變能力嘅舉動，獲得咗評判張佳添嘅大力讚賞。就連一向要求嚴格嘅周國峰都話自己當時好似攞住份歌詞會計師上身咁樣去對佢嘅歌詞，結果發現鄭家聲每一句說唱嘅歌詞都唱得非常之準確，完全冇出錯。對比之下，大家就會發現評判團對於唔同選手嘅要求真係存在住好大嘅落差。鄭家聲辛辛苦苦記好晒所有歌詞，咬字清晰，應變能力極強，先至得到評判嘅讚賞。但吳奕偉唱到連歌詞都聽唔明，評判卻可以用一句唔使理佢唱咩嚟包庇。呢種咁明顯嘅雙重標準，確實好難怪會令到觀眾感到非常之憤怒。其實伍仲衡自從離開咗中年好聲音評判席之後，佢就不時都會喺社交平台上面發表一些對樂壇或者節目嘅看法。雖然佢曾經暗示過自己無意再返去擔任評判，但好多網民都笑佢其實口裏說不，身體卻很誠實。每次有熱話都必定會出嚟抽水。之前坊間亦都有傳聞指伍仲衡係因為同電視台增添參賽者洪心怡而關係鬧僵，所以先會退出評判席。雖然事後雙方都已經出面否認咗呢個傳聞，而伍仲衡依家亦都專心改捧自己嘅新人陳子晴，但今次佢再次出面抽水，亦都反映出佢雖然不喺其位，但依然非常之關注呢個節目嘅發展。隨住中年好聲音第4季即將完結，有消息指呢個系列節目將會停辦1年。有網民就講笑咁話，伍仲衡嚟緊，恐怕會有一段時間冇得再抽水。不過無論如何，今次嘅泰文歌風波再次證明咗伍仲衡喺好多觀眾心目中依然扮演住一個非常之專業同埋公正嘅角色。大家依然好期待佢未來可以再次坐上評審席，用佢嗰套最真實、最唔作作嘅標準，去為大家發掘真正有實力嘅好聲音。其實呢次風波反映出嘅係成個節目喺評審制度上嘅深層次問題。中年好聲音自從開播以來，一直都標榜住要尋找真正有故事、有實力嘅好聲音。但係當比賽嚟到關鍵嘅淘汰階段，評判團嘅標準卻好似完全失去咗預算。本來作為一個公信力極高嘅專業歌唱大賽，咬字、拍子同埋音準呢啲基本功，一向都係評判打分嘅核心指標。但喺呢位台灣選手身上，呢啲硬性指標好似突然間全部作廢。周國峰嗰句唔使理佢唱咩，雖然聽落好似係為咗節目效果而講嘅玩笑話，但係背後折射出嘅正正係評審團將舞台氛圍、外表包裝擺得高過音樂本身。呢種本末倒置嘅做法，不單止抹殺咗崎嶇實力派選手喺咬字同發音上所付出嘅汗水，仲直接拉低咗成個節目嘅專業度，令到原本崇高嘅音樂殿堂變成了純粹睇樣同睇台風嘅偶像選秀。再深入啲睇，評判團喺面對非本地參賽者時嘅寬容，同對待本地選手時嘅苛刻，形成咗極大嘅對比。過往好多本地嘅參賽者，只要稍微有一點點爛音，或者喺高音部分有少少唔穩定，就會被台上面嘅評判逐字逐句攞出嚟批評，甚至被扣上唔尊重舞台嘅帽子。但係呢位台灣代表喺全首歌詞幾乎有70%以上都發音唔準，連基本廣東話字詞都變晒音嘅情況之下，依然可以憑住所謂嘅壞男孩魅力同埋舞台效果，輕鬆跨過90分嘅大關，順利晉級。呢種咁明顯嘅差別對待，令到一直支持節目嘅忠實觀眾感到非常之泄氣，亦都難怪大家會喺網上自發性咁去力撐林志美嗰個極具風骨嘅打分，因為大家喺林志美身上先至睇到一絲對音樂、對廣東歌最基本嘅底線同尊重。
多謝大家，今集嘅分析就去到呢度。唔知大家對於呢宗前評審暗串參賽者唱歌咬字不正嘅新聞又有啲咩睇法呢？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我哋下次再見。